今日我好高興可以同大家討論一個非常之重要關於小朋友腦部發展嘅課題。大家都知道啦，其實遺傳咧對於腦部嘅成長非常重要，但係同樣，其實我哋小朋友成長嘅環境咧，對於佢嘅腦部發展咧係同樣咁重要嘅。由小朋友剛剛嚟到呢個世界上咧，其實個腦部結構咧大體上咧已經形成㗎啦。大腦大家知道啦，大腦皮層入邊咧有好複雜嘅結構，有唔同嘅位置，譬如腦前邊有腦前葉啦，跟住咧大腦下邊仲有小腦啊、腦幹啦。但係大致上，我哋其實個腦部嗰個結構同埋個功能咧係會受住小朋友嚟到呢個世界上之後嘅生命嘅經驗改變嘅。而家我哋發現咧，原來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咧非常之重要，可以直接影響到我哋小朋友社會情緒嘅功能發展啦，甚至早期嗰個發育個經驗，面對住周邊嘅環境，譬如爸爸媽媽愛唔愛錫佢啊，有冇曾經受過疏忽照顧同埋虐待啊，會直接改變到小朋友腦部嘅功能，甚至係結構嘅。而家我哋知道咧，一個腦部其實啱啱出世嘅時候咧，大概一個初生 BB 係300克，即係大致上咧，等於我呢隻手板嘅2/3嘅 size。300克嘅腦部咧，其實喺頭一年咧已經會高速成長3倍，變成咗900克。大致上咧，去到2歲度咧，其實就差唔多等於1個 kilo 噶啦。所以你會知道咧，其實腦部嘅結構同埋功能嗰個複雜性咧，係隨住早期年紀嘅增長咧，一路快速增長緊。中間咧，其實我哋嘅記憶、我哋嘅解決問題嘅能力，或者甚至我哋嘅情緒啊，同埋之後有啲認知高智能、有啲抽象性嘅思考方法咧，其實係同我哋腦神經元同埋腦神經元中間互相之嗰個結聯咧，我哋叫一個腦神經網絡咧，係有直接關係嘅。初生嘅 BB 啱啱出世嘅時候咧，其實好似一張白紙咁靚，腦神經同埋腦神經之間嘅網絡咧係好疏離嘅。但係從經驗慢慢增長，3個月大、15個月大、24個月大，我哋會見到咧，其實個大腦皮層咧，嗰個腦神經網絡個結聯咧，越嚟越快，越嚟越複雜，好似一個非常之複雜嘅公路咁。去到4歲、5歲咧，大致上咧就去到最高峰嘅時間，將我哋早期學習嘅深厚咁樣整結，同埋咧將嗰啲經驗咧變成咗人生唔同階段嘅學習嘅能力。大致上大家會睇到啦，其實原來初生嬰兒頭嗰5年係最關鍵嘅時間。我哋喺腦部個成長結構入邊咧，有一個叫做敏感周期 （sensitive period）。呢個敏感周期咧，其實係循住我哋啱啱出世之後咧，嗰個腦神經嘅發展咧，係逐步逐樣嘢去發展嘅。大家可能仲記得啱啱 BB 初出世嘅時候咧，最初嗰個反應係點㗎？聽到聲音啦，可能會擰過嚟啦。見到爸爸媽媽好可愛愛心嘅樣子，佢會跟住你笑啦。所以其實最初咧，剛剛學得到嘅咧，就係嗰個聽覺嘅反應同埋視力嘅反應。呢兩個反應之後咧，隨住小朋友慢慢成長咧，幾個月大、1歲大，佢慢慢咧會開始發展佢個語言嘅反應系統。之後2、3歲度咧，開始有一個情緒嘅控制系統，然後就開始學習社交，再去到大概4、5歲度咧，有啲比較高功能嘅抽象性嘅學習咧，就逐步形成。腦部發展嘅執行能力，其實係由細開始咧，大致上去到幼兒期返幼稚園嗰個階段咧，會高速成長嘅。大致上去到25歲度咧，係會慢慢成熟。但係其實3到6歲正係個執行期發展得最快嘅時間。所以如果喺幼兒期嘅時候受到可能環境嘅影響，譬如唔夠瞓啦，沉迷咗打機啦，有受到虐待啦，有焗親或者有腦出血嘅情況咧，其實就會嚴重影響到小朋友之後嗰個執行能力嘅發育，甚至會令到佢長遠有專注力不足、多動症、過度活躍、ADHD 嘅風險咧會增加咗。長遠有 ADHD 嘅小朋友，如果冇適當嘅支援同埋治療嘅話咧，有機會影響佢嘅學習成績啦，人際關係變得差，識唔到新朋友啦，亦經常會有情緒嘅問題啊。長大咗之後，有機會有行為啊同埋就業啊各方面遇到嘅困難。我哋而家非常之關注咧，就原來早期嗰個發展如果唔順暢嘅話咧，真係遇到早期發展嘅問題咧，其實係會影響到長遠有啲好嚴重嘅精神健康嘅毛病，特別係比較重要嘅抑鬱症。
甚至長大咗之後咧，會影響佢成年人心臟病，可能係腦血管嘅問題啊、心臟血管嘅問題啊、中風啊同埋糖尿病嘅風險咧，都會係大幅增加咗嘅。嗱，透過諾貝爾獎得主芝加哥大學嘅 Professor James Heckman 喺經濟學嘅研究咧，我哋發現人生唔同嘅階段咧，原來最重要或者最值得投資嘅咧，就係喺學前，大概係5到8歲之前，喺早期兒童發展嘅投放，1蚊嘅回報咧係有16蚊以上。而喺咁多早期發展嘅介入同埋個支援嘅項目入邊咧，透過我哋自己香港同埋喺世界各地嘅追蹤性研究咧，我哋見得到啊，原來最重要嘅因素並唔係爸爸媽媽有冇錢，亦都唔係教育程度，反而最重要係爸爸媽媽會唔會適當地喺年幼嘅時間花多啲時間同小朋友有高質素嘅親子互動活動，譬如盡量減低小朋友不適當咁自己使用電子產品啦，要多啲同小朋友喺戶外做運動啦，一齊睇圖書啦，瞓覺之前要同佢傾下偈啊，多爭取互相爭取感情嘅機會啊，最終其實係最有效，可以令到小朋友本身嗰個智能發展可以全方位咁樣落地開花，令到每一個小朋友都可以健康成長。